本東京每年基本上唯一一次喺城市喺市區裏面嘅花火大會，日本東京明治神宮外苑嘅花火大會。而家見到呢個係東京國立競技場，日本足球聖地。後邊就係呢個新宿，呢度係千太谷站。呢個係難得係唔使去郊區，唔使去啲河村。哇！喺郊區河村嘅，喺市區都可以睇到，喺原宿票站同 shopping 都可以睇到嘅花火會。日本呢啲花火會，日本人就好似睇慣晒㗎啦。夏天就特別多呢啲花火會。好多咧就連埋呢個日本人哋連埋演唱會啊，有得藝人表演啊，所以有時咧會喺神宮球場啊、日富橄欖球場嗰啲地方買埋飛，一次過睇埋表演、睇埋演唱會咁樣。咁難得咁啊！每年一次咧，佢都基本上都會係1萬發嘅煙花，最少1萬發嘅煙花。同埋喺日本人有啲超啲嘅，就中意喺度咁樣睇下啦。信濃町站、代木公園站呢啲地方都可以圍住個競技場可以睇到。日本人就中意着晒和服嘅男女，一個氣氛嚟嘅，一個傳統。我啲花火會咧通常好準時，都準時嘅，7點半放到8點半。一夠鐘就嚟嘅，所以通常啲日本人咧都連埋呢個演唱會嗰啲一齊睇，有啲表演節目，有啲晏咗嚟都可以睇半場煙花，跟住睇演唱會咁樣。咁日本每年大小真係100幾十個呢啲咁嘅花火大會啊，淨係東京市內都幾十個。1萬發啊，慢慢烏1萬發嘅花火。人生必須要嚟睇下呢啲咁嘅花火會。喺邊度睇唔緊要，最緊要睇下同咩人嚟睇。有機會一齊去睇下日本花火會。